兄弟姊妹們，大家好，我祝龍總平安健康，得到上帝嘅恩典。感謝主，見到自家要聽一段段嘅福音，我就係講龍總自家親戚朋友家兄弟姊妹聽，因為到自家社經啲喺度啊，自家識講突呢個錯，意思嚟講咩呢？在社經喺度自家熱天要錯。自家有1000%對100%，所以世間呢頭思想自家未行錯路，自家未做出上帝歡喜嘅問題，自家未做出上帝合意嘅生死，也唔係講上帝合意，但自家未做出合意，自家羅人合意嘅生死，自家未做出嘅問題，羅人歡喜嘅問題，這種種人世間呢都有。撇開講啲錯嘅生死，或啲隆重人都要錯，但係我講隆重兄弟姊妹啲啊，社間你自家要錯，自家用功嚟突出一個錯，突出一個錯，自家人類就係冇本事寫出一個錯，寫出一個錯，但係上帝千能嘅主，佢能夠赦免自家嘅錯，能夠撇出自家嘅錯，透過佢嘅保險，因為佢上帝都係冇罪嘅上帝，佢上帝錯是間人類嘅上帝，佢ยัง有佢嘅解決呢個錯呢個罪，在人嘅生命中嚟的，在羅馬書5第8節咁樣講到，但係上帝獻出一個愛本隆重切家，因為到基督是本切家在十字架。當切家要除嘅下，咪意思嚟講啊，上帝做出安排嘅事，佢當2000前佢嚟了世間，時出時間，為了赦免隆重人類嘅罪，隆重人嘅罪都俾上帝擔起了，係講切家係相信佢，切家得到對嘅人，切家屬於義人係個善人嘅，切家嘅罪都俾佢擔起。當自家很要隨，當自家猛出世之時，都上帝做了一提示俾自家，你隔人開了嘅隨，擔人類嘅隨。在羅馬書5第9嚟講啊，自家見到已經相信了佢啥，自家嘅隨俾佢擔起，自家屬於義人。Dia ke jini pun ngong suci orang benar, jika sin liao kile ngong jika yitin tet kiu, nhìn số hệ bùi liao yu tet kiu ya, nhìn sân se kiên ni hết đó jika hệ ngong mo tet đó liat tet kiu, nhiệt hệ jika lý khai liat se kiên jika xì lũ nhiệt theo,但係呢因為jika mo chim một liat tet kiu嘅路，一特叫嘅路都上帝做了本前下人，在耶穌基督呢個方面，嚟晒相信耶穌基督啥，即刻特叫，信任耶穌基督就是家嘅救主，就是家嘅上帝，就是家嘅天父，即家嘅隨便嘅三面係即刻屬於義人，orang benar ya，就是跟義人 orang benar， 上帝冇看自家嘅錯，冇看自家嘅罪，因為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擔起了，即家屬於冇錯冇罪了，在上帝嘅方面，即家系統信任了佢，即家做嘅人啦，即家寫緊你喺度，即家有得救。自家嘅家庭得救，自家隆重自家嘅生活中有得救，日後離開嘅世間，自家嘅生命中靈魂得救，得到永久嘅生命，甲天父降下在天家嘅啲，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都聽了福音嘅得到上帝嘅恩典，你謙卑，你打開心信任嘅，你得到佢嘅恩典，在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我感恩，哈利路亞，阿門。